立法院今仔日针对着福议案来表决。立法院外口的民众，我民进党的青鸟，甲我国民党的那英，敢若过一条镇江街，双方是互相来拼场比悬价。啊，讲这那英国民党这边动员安排的过程，差一点仔就脱贼。 有人举白遐带天光的军人入场，国民党号令拿枪，伫咧立法院路口的青岛东路组织，反对行政院针对国会职权修法提出的福议案。不过拿枪就也未行到街路，拿赢制作本选就先出包。 因为那样推出的新影片内底，那样应该翻译做不如已故，不过不如所加一个 I 变做 BLIUE， 咱实际来看本件宣传影片。 因为爱变做一顺死呐，那宣传的影片有记录来看这场那型活动，传出保险期当现砍挂保证，活动的规划等于付出，实际上煞是希望出包。除了无安排主持人，就含矿泉水国旗，嘛拢无先传好势。伫咧中央党部含台北市党部紧急救援，才解除危机，嘛赶紧找刘彩辉三位议员来接主持工会。 来到立法院来给我们打气加油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团结。立法院路口另外一边，青鸟行动真早就民众小刷到现场，明明活动10点才开始，有人8点就抢头香。第一个来了8点，套早就来啊，我拢做阵到的。正摆民众小刷组织坐点伫咧布棚卡以后，不过青鸟行动嘛传出家己人伫咧小斗，有职工扣其他职工这边资讯无讲清楚。啊，那大公民论坛代表今日透早嘛同齐警告国民党，强调拒绝民主倒退。对于这一次国民党跟民众党联手提出来的卫王法修正案，我们是高度的质疑并且反对。 公民团体表达诉求，包括反对规范救国团的小型动产，反对国会地检署核电厂研究含活动交通三法等6项，嘛讲若是要让民主倒退法案有任何进度，未来一定会有所行动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